在泰國，內河遊船已成為夜間文旅的經典玩法。曼谷繁華摩登，清邁悠閒古樸，兩種夜遊一樣精彩。湄南河畔，大倉號遊船將日式懷石料理與河景結合，適合追求細節的商務或家庭聚會。越洋裝則帶來雙重驚喜。復古亞普薩拉號由老米船改造，主打正統泰式宮廷風味。現代藏紅花號有露天甲板，創意泰餐搭配璀璨天際線，時尚又愜意。清邁的微平河節奏更慢，傳統歇尾船可穿梭路程，平底船則提供下午茶或日落小食。亮點是迪巴亞納奇塔號，由藝術家設計，米芝蓮廚師主廚，航行間穿插傳統歌舞，還能換上泰服拍照。微平河遊船更側重包船服務，適合私密聚會。無論你偏愛高檔晚宴還是文化互動，乘船夜遊都是感受泰國河畔氛圍最愜意的方式。暑期旺季即將到來，如有興趣，請記得提前預訂。